个关务署今年7月抽检为泰国寄返来台湾的包裹，结果查到卖毒的集团利用泡面夹藏着2级的毒品大麻啊！警方追查1个月，对着幕后的主嫌，伫个机场甲人绑起来，当场查到2公斤重的大麻啊，市值大约是300万。警方发现一个真出名的律师，竟然嘛牵涉到案件。伊甲检警侦办的资讯泄露予这个卖毒的集团，佮假因删除犯罪证据，已经互拘提到案。穿白衫的查甫人无野无义，摸包裹准备转去。过无偌久，真侪警察冲向前，因为查甫人摸是大麻。不开就破门了。1、2、3。好甲代志大条了，查甫人赶紧关门闯祸，警察大声喊话，拢门闭起，场面乱糟糟，紧张个刺激，落尾顺利甲人抓起来。查甫人涉嫌的就是改造泡面，请人到泰国收买大麻，煞来藏伫咧内底，结果甲包裹寄转来台湾，想要走关大赚小型钱，不过叫关务署抓到。共查获约2.6公斤，市值约新台币300万元。警察用1个月时间，伫咧机场抓到主嫌，当场查扣大麻灰含油膏，主嫌有敌联邦属海邦的背景，佮请大牌律师专攻早期毒品案，处理过齐卡森大股涉诈案、拿刀洗钱案。根据了解，卖毒品成分的妈妈，请律师拍官司。律师利用检警精神怎样争取，除了放消息予董事长，佮保庇予卖毒品的高层，叫因甲犯罪证据提交。非法贩毒的大家拢被互抓起来，迄个律师嘛互搜索具体个案，以涉避罪移送地检侦办，进行了后以70万交保候团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